香港人需要抗爭咁多年？問題嘅根源就係我哋嘅立法會係不民主，我哋嘅行政長官嘅選舉制度係不民主。喺北京嘅角度咧，五大訴求入邊嗰個雙普選，其實就係等於你係想推翻中國共產黨喺全中國嘅統治地位。所以香港好危險啊，因為共產黨北京係諗住放棄所有香港人都要打贏呢場佢哋認為係好關鍵嘅鬥爭咯。點解突然間咁多人會採取武力抗爭，而咁多人接納？係因為嗰個暴力嘅威脅突然間非常之近咯。香港人一開始都係用和平遊行嚟爭取返自由，但係呢個政府聽咩？你走啦！真係我死唔信啊！係想死啦！我哋有能力嘅就一定會幫到佢盡。就算中晒彈、食晒煙煙，我覺得冇所謂咯。咩底線都得，付出幾多都得，只要我哋可以攞得返自由。